估2025年10大最佳機場，第一個一定有香港，第6啊，一定係有新加坡，第1，哇！點解香港第6嘅淨係？韓國仁川，第4啊。哇！咦，我哋要努力啲喎。香港機場嗰個硬件係好嘅，軟件就差少少。可能我哋冇用到佢啲特別 service，但係好似聽講都 OK 嘅，即係可能輪椅嗰啲咧。過 X-ray 嗰啲啊，都快。都黑。第2啊，有一個室咧係類似有啲唔係俾你攤平晒嘅，挨咁樣，咁就好多人喺嗰度瞓覺。係啊，我就去咗嗰個，因為凍得滯。機場都覺得係好新淨、好靚，所有嘢好香。我覺得個重點係佢24喎，開所有嘢都係開24。佢有個嗰啲即係小型火車係由另一個 terminal 帶你去另一個 terminal。係杜拜咯。杜拜冇。我唔中意杜拜。如果你中東三寶嘅話咧，我情願去伊斯坦堡或者都哈。嗰一次即係嘔嗰次就係杜拜機場，咁我就覺得哇，佢同多哈相差好遠。多哈係超靚超大，但係杜拜係有少少殘舊，都唔係太差嘅。突然之間諗起杜拜一入境，佢就會送張電話卡俾你。羽田機場第3，成田都有。第5啊，咁勁嘅，即係頭6都係亞洲。我估荷蘭冇喎。我覺得荷蘭算係正常。法國 CDG 7，中規中矩。我諗有一個你用。咁同我講慕尼黑啊。第9。點解啊 ？Secondary hub for Lufthansa 有150個商店同埋50個地方俾你食同埋飲，好似一個市中心咁。Okay. 因為呢個我哋嘅10大係嚟自用家嘅意見，佢唔係用咩評分嘅，係真係用家問卷調查得翻嚟嘅結果。我 personal 嘅 experience 唔係咁好，應該係我第一次去歐洲嘅機場，我就係去慕尼黑機場。咁我以一個我用開亞洲機場嘅人嚟講咧，我去到慕尼黑就覺得呢個就係歐洲最勁嘅其中一個機場，好似好簡陋咁咯，所有嘢都。如果你問我，其實我都覺得歐洲嗰啲機場都係。咁有冇瑞士蘇黎世？第10咯。但係佢唔係24小時。因為我試過瞓蘇黎世機場，佢最早嗰班機咧係6點。其實好多機場都唔係24。係啊，但係我就好 mind blown，原來係啊，機場唔係24。好多時都係噪音問題。希斯路機場最早一班機係7、8點啦，最夜嗰班可能係10點、11點。即係好似以前啟德機場，我瞓機場，跟住咧佢哋清潔嗰啲咧，我懷疑佢係特登咧喺我哋附近係咁清潔，跟住勁嘈。但係我覺得歐洲瞓機場係好平常嘅事。但係佢成個機場係得幾個人，因為我去到瑞士蘇黎世嘛，我覺得哇好似好勁咁啊呢個地方，但係個機場就係個個。最後一個喺意大利羅馬。第8。